咦，Michael，點解呢度咁多頸巾嘅？係啊，Andrew，符合翻今年 A1 盲腸籌款日嘅主題，就係籌建新院，溫情送暖啊嘛。喺3月12號，盲腸會喺星島 A1 中文電台舉行籌款日，支持興建新嘅長期護理中心。我知道啊，嗱，今年萬錦市咧會喺年中落成320張床位，另外出年喺利治文山仲加多288張床位添。大家只要捐款達到指定嘅金額，就可以參加抽獎。除此之外咧，如果捐款金額滿300蚊或以上，盲腸更加會代理送一條頸巾俾長期護理院嘅院友，為佢哋送上溫暖。係啊，今次我哋籌款嘅目標咧係22萬，歡迎大家叫朋友一齊組隊籌款，同埋上萬常.org捐款支持我哋啦！籌建新院，溫情送暖。